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古早人讲，若改变，狗仔嘛会惊亏死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唔知影悔改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悔，悔改悔，读做好为悔第二条。读悔这是读文音，悔代表是改变心意，咱讲后悔、反悔。啊，若忏悔过错，咱讲是悔悟。悔改心，咱讲悔心。古早若是取消婚约，代表是悔婚。这里背音读做悔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悔过，代表忏悔家己的过错；第二个词读做悔心，代表是悔改心，也就是悔悟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咧讲歹路唔通行，啊若无过错已经造成，悔改已经伤过慢，就算讲有悔心嘛袂赴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悔，这是文音；背音读做悔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